歡迎收睇6點半新聞。今日嘅主要新聞包括：大埔宏福苑發生4級火，造成4死5傷，1個消防員殉職。政府喺選舉日會向投票人士派心意謝卡，又會免費開放康文署設施，鼓勵投票。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下個月21號通車。繁忙時段來往油麻地同九龍灣縮減到5分鐘。詳細內容：大埔宏福苑發生4級火，屋苑8座都搭起棚架維修，火勢迅速蔓延，已經造成4死5傷，包括1個消防員喺救火嘅時候殉職，另外仲有多人被困。睇下現場嘅情況。大火已經燒咗近4個鐘頭，仲未救熄。現場可以見到啦，多座大廈啦都火光紅紅，咁至少有5座大廈啦已經係蔓延，亦都有部分嘅單位啦入面呢亦都係起火。宏福苑嘅多座大廈唔同嘅位置啦，而家都見到火光，有唔少嘅火舌啦都係由外面嘅棚架圍網嗰度啦係傳出嚟，懷疑係透過呢一啲嘅火舌啦係蔓延到附近嘅大廈。大埔一帶嘅交通亦都受阻。運輸署咧就話，附近嘅公路同埋馬路啦都要係圍封，唔少嘅巴士線咧已經改道。而民政處亦都開放咗2個社區會堂作為臨時嘅庇護中心，亦都開放咗一間中學去安排啦係受影響嘅住戶係去到暫避，亦都會有旅遊巴去接載佢哋離開㗎。